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告诉您，客家小镇美浓也可以很艺术，要带您来认识美浓窑。这是当地第一间烧陶工厂，早期只做大型的艺术作品，近几年开始制作小型的茶具组作为伴手礼，而搭配工厂做出来的陶杯器具，还开设了美浓窑咖啡厅。蝴蝶翩翩飞舞，盛夏的美浓黄蝶回归，围绕着美浓窑。客家小镇淳朴之外，多了艺术形象。20多年前，窑烧产业进驻，美浓窑就是创始店。以往专攻大型陶壁公共艺术，现在贴近人群，走向礼品化。这个是一般人家订的礼品啊，而且你要送人家生日啊，或者是什么结婚那些的哈，也可以啦，送对杯那些。陪着美浓窑成长的老师傅，这会儿正在帮泥土深呼吸。这个步骤很重要，不然杯子会透不过气来呢。要给它透气，因为你烧的时候，这边肌理那么长，怕那个没有办法透气的话会裂开来。客家应景的精神，坚持每个过程不能马虎，每一个杯子纯手工，独一无二，经过1200度的高温窑烧，成了当地最浓情的茶具组。美浓它有了陶业之后，就是观光会慢慢的发展起来。那像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会回来，所以就可能会想比较有一些新的创意可以注入美浓这里，就把一些老地方带动一些新活力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美浓窑，另外还有再设一间咖啡馆。客家小镇有了艺术熏陶，拉近更多游客，不时飘出的浓情咖啡也很诱人。浓醇的咖啡用的是美浓窑咖啡杯，菱形杯子在品尝时有空间细闻咖啡香。那像我们咖啡厅里面的话，比较有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桌角。因为我们这个在外面有摆饰，那很多客人以为它是装置艺术，然后他们走进来咖啡厅之后才发现，我们的桌角是用这个来制作的。那这个是博士他发想的，那这个的话是在咖啡厅里的展示，也可以当成装置艺术，对，也很像一幅画。张开双臂迎接闻香客，让客家庄保留原有特色，延伸美浓窑烧文化，也烧出客家小镇的文化休闲产业。美浓窑里1200度高温烧出千锤百炼的客家情，师傅20年的青春，形塑独一无二的客家烧。会呼吸的杯子装成香浓咖啡，饮啜自在的感动时刻。